你细汉的时阵，目睭去摄着我。哦。无怪哦。先生，是安怎？讲不要紧。内底有生歹物啊！啊是安怎？一定要开刀摕掉，啊若会愈生愈大粒，以后毋但头壳疼，甚至两对目睭拢会青霉。哎，透桑，啊，你哪是遮？我拄好甲孙仁姐去看医生啊。医生安怎讲啊？医生讲孙仁姐头壳内底有生歹物啊。啊，有要紧无？若是无开刀，可能会青霉啦。啊，毋过孙仁姐伊都毋肯去开刀啊，我安怎甲讲，伊拢无爱听。透桑，伊上听你的话，你甲我去甲讲好无？啊，无孙仁姐若是真正青霉，是要安怎？哎，透桑，你哪来？紧起楼顶坐啊！啊，坐啦，我甲恁倒茶。透桑，你哪有闲工来？婶婶姐啊，我安怎劝你去开刀，你拢无爱去，所以我才请倒上来甲你考劝，看你会听伊话无？请啉茶。来，你先坐啦。透桑，你莫听安尼黑白讲啦。其实我无遐尔严重啊，只要家己较注意就好啊，无一定爱开刀啦。你的情形，你家己想清楚。要开刀还是不爱开刀，你家己决定就好。我袂强迫你。也毋过有一件代志你爱知影，像你即马这款身体，要搁继续录音，我是绝对袂同意的。我会建议社长，把你的工课拢停落来。当我确定你的身体无问题了后，再继续互你录音。你家己考虑看卖咧。哦，孙姐，啊，手术到底会是安怎？毋讲一声。啊，那好啊，医生就出来啦，啊，你是紧张啥啦？就是你这种人啊，无血无目屎，你当然嘛袂紧张。什么？我咧无血无目屎啊？迄拢你害的啦！伊才会塞入目睭啦。迄伊家己无注意，对戏台顶跌落来，哪会当怪我啊？啊，是谁叫去学歌戏的啊？伊若要去学歌戏哦，伊会对台顶塞倒来。伊若无学歌戏，会有今仔日的地位哦。你讲，罗先生，马上。你来啊？啊，孙仁姐还袂出来啊？啊，袂啊，啊，毋知影讲手术到底会是安怎啊？罗先生，欧巴桑，你免烦恼啦，一定无代志的。希望天公伯啊，都保庇啦。先生出来啊！先生，啊，切水了安那？请你放心，手术真顺利。啊，伊目睭有安怎无？这要等拆线才会知影。我即摆嘛毋敢讲一定无代志，医疗要就会出来啊。已经迄拄手术线，恁后会休困，莫甲搅了。多谢哦。我这先生哪会遮帅啊？啊，
什么即马也唔敢讲一定无代志，啊，到底是有排啊无排啊？你都别讲啥，帝国大学的先生呢？什么你无拜？欧巴桑，你莫烦恼啦，顺顺一定会无代志啊。老哥，哎，机长来啊！今仔要吃啥？这两行小菜啊，烧酒一罐。好。哎，最近拢无看你出新歌咧。最近哦，拢咧无营业部啦，较无时间写。是哦，你较早写迄个跳舞时代吼，哦，迄歌词足有趣味的，你有加写一寡。无迄个灵感嘛。灵感嘛，只有恁类就有啊。这豆腐你我请你。哦。迄个有趣味的歌词加写一寡，我这酒不管是拢传遍遍啊。无灵感做你来不要紧啦，免客气啊。多谢。那出位哈。哎，你跟他慢哦。我进来哦。是不是今后十岁？我明天40岁。报名。保留，我走。主张自由脱腔位，为金受亏啊！双方领月相会蕊，报名也未开，花开生势。部长，无啦，这条歌是保有乐的新歌啦，野玫瑰。啊，谁写的？林秋生啊，听讲卖了足好的呢。部长，这条歌写到遐尔好，是安怎意外袂互咱？小酒啥？我听讲李英秋先生拢将较好的歌词摕互朴有乐。是啊，朴有乐一条歌加互因1块。有可能有问题噶。咱呢，咱加互伊2块。啊？2块？他你哪个？毋是啦，敢会收这？即马伫咧太福区，遮尔侪间的去搬回社，竞争遮尔强，李林秋先生的物件遮尔好，袂用互别间抢去。我甲大家。我甲答。歹势。听毋使？啊，遮安行？林秋生敢有伫个？林秋生哦。啊，你迄内底啊？哦。啊，你找伊啊？是啊。你坐者，我会记。爱要找我创啥？我哪会知啦？爱穿啥？穿衫要穿啥？毋是啦，我是讲穿啥物衫？穿西米露啊。西米露，你应该是为着公司才对。啥表情？爱着迄个水尾面，啊，就是我哪知那表情啊，就迄个面啊。反洗哦，是你要甲我回息咧？哪有可能哦，遮好。伊若真正要甲我回息咧哦，咱两个哦，一定要好好甲创治一下。哎。是你哦，哪遮安行？林秋生，啊有啥物贵事？毋知林秋生最近敢有写歌词？有咯，哪会无写？啊，逐工用用哦，拢嘛加减写。那既然有写，哪会无摕一寡哥伦比亚？
啊，你敢有听讲哥伦比亚出现一个大作曲家？哦，偌厉害呢！伊一个人啊，用这个吸盘的市场写叫，完全拢无需要任何一个人，足牛的呢。哇，大作曲家，我大的。哦哟，咱会社足需要篮球赛的歌词啊。对。啊，你拄啊，敢有听到讲什么赛啊？什么赛啊？篮球赛。哦，篮球赛啊，叫你啦。哦，我本人啦哦，哦，篮球赛呢吼。社长甲我讲，拜托篮球赛斗3工，讲过去会当比拼率较悬啦。咱出来做代志，上重要的就是爱共尊重。爱共尊重啦。啊，这股费是济啊少，无要紧。股费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等哦，若是学会晓共尊重的时阵，才过来。哦，讲才过来啦。歌词我若写好，会摕去哥伦比亚。哦，搁会摕去哥伦比亚。那安尼，多谢。啊，顺行诶。条仔，啊，文杰要来啊。啊。啊。喝一杯。无啊咧。不要紧，我遮有一款厦门的酒。厦门的酒，你哪有厦门的酒？我是厦门来的，当然嘛有厦门的酒啊。真是，你对厦门来啊？哦，好啉，真顺口呢。啊，你若真正是厦门人，你是安怎来台湾啊？因为我要来找我心目中的安娜达。早起飞袂出家，见着少年家。哦，你的歌哦，遮尔好，你哦，拢会使去灌吸盘。我即款声会使灌吸盘。当然嘛会用的，台语歌比你唱较歹的，拢嘛咧灌吸盘。我惊见笑啦。真是的啦，你哦，敢有想讲要做歌手？我会使甲哥伦比亚推荐你。哦。啊，变好啊！